兄弟姊妹平安，平安。咱用着调欢喜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咱就是要来学乐咱的主啊！哈，咱这位主是安怎的主？真正好，咱的主真正好，所以信伊的人嘛真正好，啊，当时才好，今晚就会好啊！阿妹吗？啊，随时拢会好啊！哈，请咱起立。伫镜头前的兄弟姊妹，请你嘛起立无？咱斗阵来学乐咱这真正好的主，来，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干嘛呢？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我拜一拜，你拜三拜四拜五拜六，规个礼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我拜一拜，你拜三拜四拜五拜六，规个礼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搁一遍，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拜五拜六，规个礼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哈利路亚！咱的主真正好，安怎好？咱来讲具体一点哦，哈，安怎好咧？上帝话语啊，互咱知影，明白以咱三角来读上帝话，请。我要夜望五山，我的帮赞对倒落来，我的帮赞对耶和华来。伊是创造天地的，伊无要互你的脚摇错，保守你的脚无拄迷。有够好无？阿妹，互你安那保护你伊拢无拄迷的哦。24小时，对透早甲暗时，对暗时到透早，对拜一到规个礼拜，所以咱就爱来学乐这位主啊！吼，来，咱请来。愿你对天所看起的所在，听伊的祈祷恳求，来保护伊的伊，搁赦免你的百姓得罪你的。所以咱就爱来学乐，来感谢这位主，伊是永远主爱的哦。伊嘛听咱祈祷，特别是咱祈祷中间，哪有得罪上帝哈？祈祷中间哪有得罪上帝？有哦。有人点头，我嘛点头。主啊，迄个人有够气的吼，你嘛互伊吼，莫遐尼请爷好无？啊，这你敢唔知啊呐？这就是得罪上帝。咱唔好用祈祷来啊呐，谄媚别人啊吼，特别唔好用祈祷来咒诅别人啊吼。所以咱就爱来认罪祈祷吼，互咱迄个歹，咱会当离开个歹，互咱会当专心吼，甲主一样。来按照上帝旨意来求我哈，所以兄弟姊妹，咱来学乐，来认咱的罪，上帝要赦免咱的罪，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主啊，你搁较是哈，互阮有生命开始的，主啊，阮感谢你，互阮呾伫今仔日礼拜早起时。主啊，不管阮伫什么所在，主，阮就是一口气，伫阮这一口气中间，主，阮这个人，主啊，阮就有自由意志，主啊，你互阮会当自由，特别是伫真理内面得到自由，总是阮嘛伫真理内面，主啊，阮有真济时阵，阮发现阮得罪你，主啊，恳求你赦免阮的罪，主，阮感谢你，你啊带领阮，主啊，你互阮有定心的祈祷会，阮感谢阿乐你，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你是互阮有生命开始。主啊，你是一位要帮助阮，你要听阮祈祷的主。主，阮感谢你，你有赦罪之恩，互人知你是主。阮感谢你啊，互光照阮，互阮知，阮会当定心去出发。主啊，你也要搁来教阮带领，互阮伫软弱的时阵会当得到快乐，有互阮会当赢过迄歹。阮来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咱要为着咱的需要哈，咱的主毋是安尼敢若悬伫天，离咱足远无哦。咱的主伫咱信靠伊，咱决志祷告时阵，拍开咱的心门时阵，已经伫咱内面。所以咱的想，
咱的需要，伊头迄个唔知啦，伊知啊哈。啊是安那爱搁咱家求，啊伊哪会拢遮尔无主动啦？啊伊就知我需要啥，主你就主动来甲我斗相共就好啊，啊使求，当然嘛爱，是安那爱。因为当咱开嘴咧求的时阵，咱帮助咱家己，咱唔好徛唔着边啊。哦，咱无拄则我讲的，咱祈祷，咱徛上帝对面边，安尼唔对。咱爱甲主徛共边，是公义的，是好怜悯的，是愿意甲主同行的，唔是得罪主的。安尼，咱就一切拢会归伫迄个好的，是稳定内面的哦。咱来读上帝话语，请。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记那伫我内面的，也着学乐伊的圣名。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唔通袂记得伊一切的恩惠，伊赦免你拢总的罪，医好你拢总的病。咱的主真关心你，伊嘛有大关联，唔是干那第一。在乎你，他还有权柄，他有办法为你来开路，为你来开路。不管是身心灵、健康，也是感情、事业，你的工作、学业，一切人际的关系，特别是伫个年假时阵，咱拢甲咱的亲戚朋友在一起，啊，咱就吃柚子的又来了，又来怎样？又来玩 gay， 又来订婚，又来这个，又来那个。有够烦的，不是？咱的主是又真又活，咱的主是又保守我们，又提醒我们，又安慰我们，又赐福于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天天吃柚子，就是这个节气，使我们知道它是使万物逐项拢会当生做，互咱努力的有成果的。上悲哀就是咱努力无成果，对不？拼几步，啊，结果后壁一大坑，这实在是真悲哀，对吧？咱的主知你心内的艰苦，要来扶持，要来带领，要来医治咱哦。你咱若有需要的，请咱等一下会当起来，起立啊，回转的。你若是伫咧厝的，无要紧，你嘛会使起立。你伫手望伫你所需要，互主来回复的，主要透过你的手。你的心、信心，要来医治恢复，要来互咱真侪一个健康、心灵拢健康的人，会当来服侍主。好，请咱若有需要的，请你到这时就起立。咱同工为你来祈祷。咱伫电视机前呢，嘛请你若有需要，请你起立。咱三甲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阮感谢主，你第一，主啊，你知阮的困苦，主啊，你知阮的困难，主啊，无路通行，你拢知，主啊，阮无困难，你嘛知，主啊，你就是阮的困难，主，你就是阮的避难所，主啊，你就是要医治阮的，因为你是上好医生，主啊，在伫你无困难的代志，主啊，恳求你来亲身来带领扶持帮助，主啊，伫不管伫学业，伫真济所在，主啊。你拢知，主啊，恳求你啊，保守台湾，保守全世界伫疫情中间，主啊，互阮真正知是主你的圣经扶持甲帮助，主感谢你，你保护保守，主你是这位丰盛的主，主你是稳定满满的主，主你是阮的大牧者，主啊，你互阮不管伫什么情况，主你互阮到野营，主啊，你互阮。行入去的路，是因为主你的恩典，因为主你的性命，主阮感谢阿罗你，感谢阿罗你，让我的主阮感谢你，你第一愿，主啊，你第一愿，主啊，你有你的时间表，阮愿意顺服。总是主伫这个无简单的时间内面，主你甲阮伫地永远无离开，你有你的圣手扶持，你保护保守。互阮到野营，互阮伫主你的恩典内面，日日拢会当有喜乐甲平安。阮来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要来为着咱主日来守望来祈祷，伫上帝教会，伊听见咱的祈祷，听见咱献上的祈祷。祈祷毋是干那求尔，主要咱献上咱的一切，咱来。领受上帝话，请
我的上帝啊，当我求你的目睭看，耳孔听伫这所在所听的祈祷。主要听见咱为着伊的教会，奉伊的名所设立的家人基督长老教会，今年咱伫要56年，恳求上帝来兴起，互咱复兴的火倒起来。对每一个人开始，主的圣书，互咱透早对在家会主，伫迦南之身，咱开始一天的生活，甲主和好，甲人和好，互咱彼此中间互相来斗相共，特别是伫这礼拜、后礼拜，咱足侪长辈拢咧注射，注第2剂预防针，主来保护、保守咱，啊，伫这个疫情中间，互咱虽然不管是伫什么所在，咱同一个心。来服侍咱的主，咱同一个心，互主来更新；同一个心，互主的教会伫社区内面真做宣福音的所在，特别透过宣教的基金，咱会当来帮赞西南教会嘛，互因伫这个偏远的地区，会当继续来传福音，嘛来咱来愿意来支持这个宣教的基金。每一项的这个做的事工会当有功效，特别是伫福音的功效前，咱嘛为着这个基金来奉献，更较重要，咱嘛出力伫每一个人所在，每一个人拢会当真做宣教的中心，伫你的家庭、家族，特别是即马要家族聚会哦，咱要真做福音的出口哦，哈，请咱起立。咱要来为了主力，以及咱拄则所讲，上帝教会来大声来主来求来祈祷，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主啊，你是主力的主，主你是国外的主，因为主你是对死国外，为着阮这个罪，主啊，互阮会当正做你的囝儿，主，阮感谢俄罗你，主啊，阮为着胜利，会当伫遮来敬拜俄罗，伫线上，主啊，兄弟姊妹，主啊，你的灵伫遐，迄个所在，嘛要正做火，即这团火，主啊，因厝的所在，伫公司的所在，伫任何的所在，阮奉你的名，主啊，自这个时阵，主啊，阮就会当伫遐来敬拜俄罗。主，阮感谢你，阮嘛要用主你教导阮的主导文，阮要斗阵爱你来祈祷讲，愿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找阮入地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因为对于咱两边伫一位神得到千钧杯，安尼恁无搁做外面人寄卡的，就是甲遮的圣徒上国做上帝家来的人。咱是上帝家来的人，阿妹吗？阿妹，咱是上帝的儿女，咱真正好要来敬拜咱的上帝。做伙来拍手，真正好，来是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是耶稣真正好。我拜拜你，拜三拜四拜五拜六，规个礼拜真正好，来是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是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是耶稣真正好。做伙来啊，哭起来哦！我拜拜你，拜三拜四拜五拜六，规个礼拜真正好，搁一摆来真正好，真正好，来是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是耶稣真正好。来，哭起来看，看靠谱。拜拜你，拜三拜四拜五拜六，规个礼拜真正好。来是耶稣上尾一真正届，过来哭起哦，真正好，真正好，来是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是耶稣真正好。我拜拜你，拜三拜四拜五拜六，规个礼拜真正好，来是耶稣真正好，主耶稣真好，主耶稣真好，我要来学咯，我
稣真好，主耶稣真好，我要来学咯。我的耶稣对我真好，替着我的烦恼，予我得力量。我的耶稣对我真好。上帝对你有好无？我看袂出来哦，哈！咱大家有喜乐无？咱要搁一摆用信心，咱要来宣告，咱要搁对头唱的时阵，你会当活动你的身躯，因为上帝互咱的灵是真的，互咱的心是活的。阿妹吗？阿妹，真正好，咱搁对头来唱。真正好，来是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是耶稣真正好。来咯！我拜拜你，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几个咧？很棒！真正好，来是耶稣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来是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是耶稣真正好。我拜拜你，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几个咧？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来是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是耶稣真正好。拜咯，跨山苦上街，我拜拜你，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几个礼拜真正好，来是耶稣，主耶稣真好。主耶稣真好，我要来学咯。我的耶稣对我真好，替着我的烦恼，予我的力量。我的耶稣对我真好，主耶稣真好，我要来学咯。我的耶稣对我真好，替着我的烦恼，予我的力量。我的耶稣对我真好。咱要搁继续徛咧来敬拜，因为阮一生要学乐耶和华，阿妹吗？我搁野活的时阵，要唱歌学乐我的上帝，因为信心要伫咱的心内，信心要充满伫咱的心内，信心要充满伫咧每一天咱徛起的所在。求主用你信心来充满我心，求主用你信心来充满我心。求主用你信心来充满我心，求主用你信心来充满我心，让我真心感受你回来主爱，求主你爱充满心内，让我真心感受你回来主爱，求主你爱充满心内。第一站。求主用你信心来充满我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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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真心感受你回来主爱，求主你爱充满心内。让我真心感受你回来主爱，求主你爱充满心内，求主用你信心来是阮祝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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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真心感受你喜乐的主爱，时刻让信心呼喊。让我真心感受你喜乐的主爱，时刻让信心呼喊。求主用你信心来带我出去，求主用你信心来带我出去。求
求主用你信心来找我出去，求主用你信心来找我出去。当我一心感受你心中的主爱，对全世界宣扬你爱。当我一心感受你心中的主爱，对全世界宣扬你爱。在我真心感受，当我真心感受你心中的主爱，对全世界宣扬你爱。当我真心感受你心中的主爱，对全世界宣扬你爱。咱的上帝是宽容的主，咱们拍拍啊，个阳光归乎咱的上帝。大家请坐。上帝要用恁爱来包围伫咱的中间，用伊的信心，每一天要甲咱三甲伫地，伊要充满伫你的心，要互咱得到满足，伊也要担当咱一切挂虑。上帝的脚要用伊相信，把伊听来包围你，伊要充满你的心，互你满足。伊要担当你一切挂虑。守住平安的信心，刚亮的你生命中，互你完全。耶稣，主耶稣，求。亲爱的主，阮同心来到你是阮的宝座前，
阮献上阮的恶乐，愿主你来甘纳。阮开喙来恳求，愿主你来听。你知影阮的需要，你知影阮伫苦闷的中间，你也知阮伫迄个顺序的中间，无论伫顺境，无论是伫逆境，你愿用你慈爱双手来引带阮，互阮伫顺序的时，无偏离你稳定的道路；互阮伫困境苦闷的时，知影你犹原保守阮，甲阮三个同在。主耶稣，你呼召阮囝仔劳苦担重担会当到伫你遮，你就要互阮得到安息。你也要想受阮伫即款面对变化疫情中间，有真侪代志，阮无法度掌握的时，你想受阮是平安的意念。你也阁想受圣神甲阮三个同在，你用真理互阮认捌你。你用真理叫阮心得到自由，愿阮每一遍的祈祷，每一遍的礼拜，拢看见你的宝座就设立伫这个所在。无论伫线上也伫现场，阮平平拢得到主你的祝福甲同在。愿阮伫礼拜中间，透过你的真理来开拓。互阮的心拍开，也通看见上帝你的恩典，看见阮的需要甲软弱。愿主你来赐阮，互阮今仔日的礼拜，诚做芳芳者献伫你的面前。也愿你的恩典继续引带阮，伫一礼拜久的中间，拢充满你的同在甲祝福。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大家平安。咱先来介绍头一遍伫咱中间做下来礼拜的兄弟吼。第一场有这个陈玉啦吼，有伊的朋友何真吼，何真请你徛起来，请你站起来，欢迎吼，来欢迎吼，请同工准备迄个小礼物吼来送互伊吼。其他个毋知有头一遍伫咱中间做下来礼拜无？无吼，好，来咱来看这周报的消息。伫这个第二级的疫情的中间吼，到伫9月20，搁来变化毋知安怎，咱毋知吼。总是上帝恩典教育互咱伫这个疫情100个限制中间咱恳求上帝，互咱会通无论是聚会无论是线上的，咱拢白白伫遮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伫这要参加实体礼拜，请咱甲咱的小组长伫遮来登记。咱的聚会时间拢伫第4页吼，伫第4页的所在，咱 PPT 遮嘛会通看到啦吼。咱拜六有一场的礼拜5点半到5点半到6点半是开放进入教会哦，也是6点开始。礼拜日早起是2场，8点到9点开放进入教会10点到11点请咱注意儿童的较白的礼拜目前是实体暂停用线上线上。咱拜三的祈祷会嘛有开放实体甲线上的直播。咱周间的小组的聚会，请咱家看咱的小组的群组的通知咱的双年大学共阮实体有暂停，也有线上的课程。这据点拢爱较等政府是政府的公文来才会当开始。即马有开始有伫安排咱陆续这个中者已经伫做第2阶啦第2阶资料公文咱申请就会通早一日伫遮做伙来相见面。咱若进入教会请咱犹原遵守这防疫的规定咱伫10月初3，咱有要召开
会员临时的会员合会。即回有要选4名的长老，6名的执事。伫这疫情中间，实在有真大的这个突破。所以伫遮咱伫10月初2拜六暗时，到10月初3，2场的礼拜加起来的总投票人数，最出色的这个人数。未出色的会员，咱就看做是不可抗力，也是请假的人数。咱只有进行一遍的投票，若无选出的这名额，咱甲社会佫讨论是毋是每年的定期好会，甲佫补选。总然真期待一遍，就会通将这个名额拢选出来。咱的投票的规则就是10月初2拜六，因为一场的礼拜，所以对5点半到7点半的中间，你若是会员，你做拜六的礼拜，也是讲你会当选择做拜六的礼拜，因为咱每一场拢有限制。所以伫遮到伫1楼书记中义长老会伫遐来点名，所以你点名报到了，你来领票，领票了伫1楼就有迄个网布置一个圈选票的所在，伫遐你就通选出长老几名，然后执事几名，伫遐投入票柜了后，你要去伫7楼做礼拜，也是要倒转去看线上的礼拜，拢会使。好，过来是10月初3的早起8点开始，到11点。咱第一遍来报到，伫迄个时间内底报到，伫1楼报到领票，然后伫遐来考选了投入票柜了后，你要留伫遮做线上的做实体礼拜，是要倒转去做线上的礼拜，拢会使。安尼到伫11点，咱会统计所有的投票，然后迄个票数总投票数偌济。然后用迄个来做标准，然后超过半数用即个比如讲，然250超过半数的就当选安尼所以伫遮咱今年所有的教会拢默默受啦总是咱有即个伫符合着法规的中间咱伫遮来用即个毋茫会当真顺序来选出来，咱来看有遮的咱提早互咱了解毋茫以后伫群组伫即2礼拜中间伫群组，互咱伫遮透过遮名额来祈祷啦咱要对16名的候选人的中间，即马拄啊第一场了，剩15名啦因为有人讲伊不便互选所以伫咧中间咱对这15名中间选出4位4位。咱看一下倒转去祈祷来执事的名单，咱教会本来普选总是小会议员有推荐11名，会放伫头前所以这11名请咱来看来注意所以这11名推荐的中间咱伫执事要选出6名6名。所以，请咱倒转去伫这中间名单，咱祈祷求圣神来感动，互咱选出这中执是要协助牧师来治理教会。好所以这个咱会搁伫群组伫遮将这候选人的名单来传互咱伫这中间这2礼拜，请咱真来祈祷，因为面对这疫情的变化真正是咱真正有这智慧感谢咱的小会员有遮好的提出遮个一个方法咱后礼拜有要召开402处的中执会，请各单位伫9月24进前提出恁的报告。感谢主，也透过咱的这感恩的奉献，然后伫遮来完成咱的网站甲咱的金流，就是奉献的系统。一个线上的奉献，更较方便所以伫遮咱来看伫恁若有转销也是讲汇款其实即马若恁若上网络伫遐来奉献的时阵
你就会通随时去查啊。教会者嘛会知影讲啊，你已经你若奉献了，随时会接到简讯吼。有迄mail简讯，你讲你伫即个线上有奉献偌济安尼吼。即个 QR code 甲扫落吼，咱若上咱的网站来先登记会员咱过去若奉献，咱会先帮你来起一寡只会员的即个注册安尼。以后就较方便，所以咱来看有真侪只点入去的时阵，就你要献十一奉献、感恩的奉献、生意助金等等只。不过这有一个限制，上无100块以上安尼啦吼。这因为咱甲银行讲，拢有讲甲上低的即个利息吼，所以这手续费啦吼。好透过信用卡，也是讲来配等等只，即马有咧用的吼，拢会使伫遐使用，也是你超商。透过安尼奉献吼，上帝来纪念你所献上的吼。所以伫遮咱第一遍注册了后咱以后你会通家己上网络去查讲你的奉献的记录。要报税的时阵，咱会联国税局联国税局，所以以后你嘛毋免摕到这纸本的这个单吼，你直接去报税时，国税局遐个电脑就拢会当连线扣除你要即个会当伫遮来抵税的偌济安尼吼。咱拢有即个加密，就种有迄个机制吼。所以感谢主透过安尼，咱会当伫遮好好来运用。咱原定过来即个拜三吼是基督见证会延到伫29嘛有实体甲直播欢迎咱兄弟吼来参加这个基督见证会，听去因安怎伫遮来经历上帝的恩典。拜三的线上咱上年大学所办的这咱知影即马拢坐足久对无？也是手机算足久手有咧震动骹无咧震动所以要爬开安怎？骹麻行袂去啦所以咱即回要讲的就是咱下半身这机体的一个勇健，安怎伫遮来运动所以你伫厝，你会当上网络看这个看这个密码代码你就通伫Google Meet会通伫遮来参加这个物理治疗师所演讲的咱安怎家己知影运动。咱做伙来读咱的金句来读2遍做伙来。因为顺上帝的烦恼生出反悔，直到得到救，无后来的退悔。若是世间的烦恼是直到死。哥林多后书7章10节，搁一遍。因为顺上帝的烦恼生出反悔，直到得到救，无有后来的退悔。若是世间的烦恼是直到死。哥林多后书7章10节，咱准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若是头一遍来，你还未明白奉献的意义，你毋免勉强，你用祈祷来表达出你的感谢。咱用这首诗歌伫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用献上感恩来回应上帝的恩典。奉献感恩的心归地，一生的体面已有，受事都是惊主耶稣。
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稳定的带领，互阮兄弟姊妹一透早会当阁来到圣殿来敬拜你。主啊，你是全地主，在即个困难中间，你永远带领阮头前的路站。就你赏赐阮每一个人的家庭，每一个人的人民，拢有你所赏赐的喜乐和平安，甲阮同在。即时，阮奉献金钱财能，啊，搁阮的时间，正做你圣工的路用，求你欢喜感觉。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坐落之前，比出来就讲，真理要互你得到福气。真理要互你得到福气，真理要得到福气是要互咱哦，咱爱来读哦，啊，要互咱得到福气，咱来读今仔日的经文。今仔日经文要记载伫哥林多后书7章第2节到16节。今仔要来读哥林多后书第7章第2节到16节。要来读圣经之前啊，请咱小听牧师来讲一下这个前情摘要吼。进前咱也有听昨甲今仔日在家会主甲迦南之声，就是咱已经开始咧读哥林多后书吼。这后书是安那？就是有前甲后嘛吼。那是安那后书咧？就是进前咱5、6月时阵读的时阵，保罗所建立的这个哥林多的教会吼，哇，这稳定足济啦吼。这因嘛足有才调，嘛足好个然后这个足济人伫迄个城市，总是嘛真济做歹的代志吼。譬如讲不伦啊吼，甲家己的这个继母吼斗阵啊吼，像冤家啊，一日干来过来过去吼，哇！所以吼保罗哦，伊迄阵就真生气吼结果吼就离开就不欢而散。了后吼，这个保罗心烦恼，讲哇这。迄个教会吼，毋知即马行了安那，哥林多教会人有悔改无吼？伊毋知搁伫个罪恶中无，所以伊就搁写一张火去，要叫即个提摩太吼，即个去哇，结果去互拍倒转来。伊实在是足气，伊实在就足烦恼啦，会使讲足烦恼，搁请提倒吼，即边换提倒去啊吼，真烦恼，讲我这写批去，严甲恁。一个责罚，甲你骂吼，你毋知会安尼回转转来袂啊吼？伊即边要去正正先写一张批啦，心内流吼烦恼啦吼，讲毋知恁有悔改啊无吼？恁有听无啦？安尼吼，即个哥林多后书咱就来看哦吼，即内面足侪安慰。咱有听昨个在家会主迦南之声，哇，高的安慰啊！等下咱来读今仔日经文到第7章吼，嘛是足侪安慰哦。所以今仔日咱的主要特别要来安慰咱。拄我做礼拜刷一个回忆讲，牧师，你今仔日上帝透过你对我讲，因为我心真艰苦。是啊，兄弟姊妹，不管咱伫什么所在，伫线上嘛好，伫现场嘛好，伫什么所在，主拢甲咱伫地。拢知咱需要安慰，因为咱等下读经文有真济安慰，因为即个安慰人的主，安慰哥林多的教会嘛，要安慰你甲我。所以今日咱读的这是一个批，好，咱知嘛？咱看到批总是即个批吼，毋是对咱讲啊，所以咱毋知影，咱就爱想想，咱即马读即个批，伊是咱讲即句话，一定有一个原因。早会讲安那，恁着开阔安那，恁的心可见对方是安那，心袂开阔嘛，狭窄嘛，毋知讲恁爱开阔嘛吼。所以咱爱小可想一个，这就是敢若咱咧讲电话，敢若听一方咧讲，另外迄方咱着想想，迄个时阵到底发生啥物代志？迄个时阵的代志，甲我即马有啥物关系？当然嘛有关系。无你今仔日要坐伫遮，你要坐伫厝。你袂拍开网络，因为信心要对你甲我来讲话。最近毋是拢拄我开学，开学的时阵有是个3年级的囡仔，逐边食饭足赶紧，食饱了后就随倒摕迄蓝山的。即摆已经足少人咧敲电话，但是伊还是要去敲，摕迄一箍学校嘛，还有电话录落。讲妈妈，你爱较早来哦。妈妈，即摆是几点几分？妈妈我要来上课啊！逐工的。
这个老师拄好接伊嘛，因为1、2年级是别个老师。有一天吼，伊讲到看无好势就走。老师讲，这看无好势吼，我来甲伊摕来个看好势。听无切断啊呢？妈妈，你已经去上课。妈妈，滴，下一秒12点50分30秒，滴，下一秒12点50分40秒。咱听伊讲，就是伊甲谁讲话？妈妈，结果伊甲谁讲话？滴，爆死的。所以老师就去问伊的1、2年级的老师讲，这个囡仔是啥物情形？伊讲因妈妈过身去啊。伊啥佫打电话？这个囡仔关心。囡仔你心咱听了足艰苦着。囡仔甲讲，因为伊妈妈要过身时阵，有甲伊讲，伊要去上帝遐。日后咱要阁相见。这个囡仔低年级哪会知影上帝伫倒位？是啥物时间？妈妈甲伊讲，上帝伫个时间里，时间内面，时间若过，伊是毋是会大汉？伊就会知。你若想妈妈的时阵，你就想上帝。我甲上帝斗阵，上帝伫倒位？伫时间里。所以伊特别若想妈妈，看到别人有妈妈的时阵，伊就去打电话，报时的。妈妈在时间里跟上帝一起，兄弟姊妹，上帝伫咱的时间里，嘛伫咱的时机里。即马是毋是好的时机？是时时拢是最好的时机。所以，请咱用安尼想象来想象，今仔日主要对咱讲什么话？这个话是安慰，是喜乐的。咱三个来读哦，好，预备哦，请着开阔恁的心来接纳阮袂捌开人，袂捌损害人，袂捌骗骗人。我讲安尼，毋是要责罪恁。因为我已经有讲，恁伫阮的心头，当死当活。我这大好大，我为着恁大宽口，我心得到安慰。恁一切患难中，我有结为会欢喜，因为阮来到马其顿的时，阮的肉体拢无平安，凡事拄着患难。外面有声钱，内面有惊，总是安慰卑微的人的，就是上帝，用剃刀来安慰阮。若到恁遐，嘛是用伊对恁所受的安慰来安慰阮，因为伊将恁的软弱、恁的哀伤、恁伫我的热心。甲阮讲，直到我一发欢喜，我捌用一批互恁烦恼。情虽然有毋过心，一打就无啦。因为我看迄个批互恁烦恼的，不过是暂时。但我欢喜，毋是因为恁烦恼，是因为恁有对烦恼得到反悔。因为恁烦恼是顺上帝，互恁无一项对阮受亏欠。因为顺上帝的烦恼生出反悔，得到救，无有后来的体会。若是世间的烦恼是得到死，因为恁看，恁伫即个顺上帝的烦恼。伫恁有生出偌大的温群，怎样会家己分数？怎样会怨切？怎样会惊吓？怎样会乱摸？怎样会热心？怎样会发？恁伫即件事已经逐项表明家己是清气。我情虽望写批互恁。毋是为着即个揭开人的，也毋是为着迄个受揭开的，
是要互恁为着阮的恩群，伫上帝的面前对恁显明。所以，阮已经受安慰，搁伫安慰中，因为提到的欢喜，就阮的欢喜越发充满。因为恁的心对伫正人来得到安息，阮若捌对因夸口恁什么代志，也就无见笑。因为阮对提到所夸口恁的话是真实，亲像阮对恁所讲的话嘛是真实。搁伊纪念恁拢顺服，用镜兄袅袅带接纳伊，就伊的心越发伫你，但我欢喜，因为论到你，我凡事会放心地。咱三个来祈祷，主啊，阮凡事会放心地，是因为你是互阮放心的主。阮知阮劳苦担当的，阮来到主你的面前，你听见。主你伫意，主你嘛要互阮安慰。你的安慰毋是消极的，你的安慰是要互阮一条出路，是要互阮光来照阮，互阮知影头前的路，嘛互阮活出你福音的大能。愿主你启示，互阮你的话，互阮的心会开阔。阮安尼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心开阔就是咱的心，可能有真侪代志，拢特别满载啊，亲像这个杯啊，这个杯啊，搁一滴水就好，伊就要溢出来啊。这若是福气，咱要爱福气满溢，总是这若是生气的杯咧，怨妒、恶毒的杯咧，千万唔通互伊溢出来。咱爱有开阔的心。互咱的心有主的意见伫咱中间，咱才袂受到情绪的影响。有一位先生，真世界有名，伊号做讲假的伊的名号做讲假但是伊讲的话是讲真的哦。讲假的伊伫这个科技界其实伊是真有名，总是伊的心真白白特别伊特别忧郁起来，所以有一遍伊就想我拢一直互拒绝。所以，伊要来减免法，就是伊要去做一个实验，互人拒绝100遍，看会较袂受伤袂你无互拒绝无？拒绝的感觉安那？这个讲假的，伊就开始去做。伊有一遍，迄个任务就是伊共弄问讲：我这丛花种个恁兜的一个花园，好无？毋捌的人咱想，咱连开门都袂开啦。根本就袂插伊，总是伊一个一个拍门。有一个门为伊来开了，这个先生讲：这花无袂使。那按照伊古早，若是听到人讲袂使，也是讲人一个使一个目尾安尼尔，你就我嘛袂瘾。伊这边无共款，伊停的，伊甲这个先生问讲：是安那袂使？是安那袂使？为何不呢？什么原因呢？这个先生甲讲因为我的花园内面是一只分量狗你这花遮尔水种落随去这个狗夹歹去所以你若真劲要种这花对面迄个康妮遮，因兜就爱种花，伊准去对面完成这个任务。康妮真的把他花接下来种了之后，还照相给他。这个在 YouTube 是很有名的。这个讲假被拒绝100次的这个里面的这个任务，教伊几项代志。什么代志？先问人拒绝你，问讲是什么原因？所以伊就心内一个足刺插的代志，就是伊当初去美国留学的时阵，伊上亲的阿姐。伊有一天，伊想讲，伊设计一个图，就是这运动鞋后壁创迄链啦。伊感觉这一定大卖，伊发明，伊要想要发明这项，伊就去甲伊阿姐讲，伊阿姐人安尼尔，伊就不要就是，我这么敬重你，心足
白讲，啥呢？我上亲阿叔都无甲我赞成，而且咱敢知？恁捌看过即种画无？捌看无？运动的后有咧那有无？大卖，足济咧美国大卖赚大钱，但是毋是即个讲假的，他真的讲假的，是别人买啊发明去卖，所以心足白讲，我的阿叔若当初甲我赞成吼，我今仔日就大好个啦。伊阵啊去甲因阿叔问，好甲再因阿叔还佫话题，讲啥物原因当初我摕这设计图互你，你就甲我一对边仔去。只是当初伊无问伊讲啥物原因，即甲伊讲，因为你即个图的啥物所在无符合这个人体工学，你才爱改。总是即个讲假的啊呐，一互人1尔就啊呐，不要就算了，因为伊心内想说啥？我这个人就是不被看重，你就是看我无重啦，你就是看轻我，看阮兜散车，你就是看我无爸无母啊，你就是看我等等等的，你就是看我单亲啊。咱敢若捌定定想着安尼对无？其实毋是哦，毋是即三种，我嘛毋是即个人做人遮失败，我嘛毋是迄个遮个人哪会安尼？即种人哪会安尼？咱遮个人哪会安尼哈？即间教会人哪会安尼哈？毋是，敢好咱敢若即个讲假的，伊会向拒绝了后，伊会问什么原因？对迄工了后，伊心拢开去。伊就感觉讲，哦，当咱互拒绝的时阵，真受伤的时阵，咱会当来问是啥物原因？主啊，你的心意是啥物？我是毋是有爱改的所在？我若图甲改的，我今仔日都无共啊！啊是我的行为若改，我想法若改，我就下主心意，我的心就袂得罪上帝，安尼咱就袂足济生气。感觉人拢咧拒绝咱，今仔即张批就是安尼啊。因为咱的保罗先生啊呐，使徒保罗拄仔我有讲啊，伊吼一开始吼，伊对即个哥林多的教会吼，即个间教会文书实在真济啦吼，总是因安尼激动，啊佫激动吼，哇乱七八糟啊，过来过去，佫上啊重要是乱伦啦吼，无要悔改，死啊硬喙白啊吼，所以吼，这保罗吼正吼去2遍吼。拢处理遮的代志吼，这个有的没得了吼，佫互拒绝，讲你是啥物人？你讲你家己是使徒，你敢要看见耶稣？人看见耶稣的人，毋知何做使徒，你也无即个权柄啊啦！伊怎样洗面，你知道？两个安那不欢而散，教会甲保罗不欢而散。了后，这个保罗吼，追加伊吼去到。虽然无去到遐，总是伊去到以弗所的时阵，总那个写一张批去吼，即个袂堪要去啊！咱知无？吼，咱来去时，电话摕起来继续骂吼，迄阵无电话，所以就写批足严的批，吼，摕去。伊从那心想讲，哇，因遮看到即张批，甲关系已经断绝了，从此不相往来，因可能啊啦，无要插伊啊。总是迄个时阵，以弗所，咱会记得袂？使徒行传是大暴动，所以保罗伊迄阵啊，得要无命啦。咱拄啊经文无读，哇！伊虽然得要无命，但是伊无烦恼伊家己吼，伊还佫学了咱的主。总是伊心烦恼啥物？伊心一直咧烦恼，伊所建立的哥林多教会有悔改无？有因为即张批阵啊讲，好啊，我袂做基督徒啊，无爱甲你来礼拜啊啦，有安尼无？伊的心其实是真白白的吼，所以咱就知，伊要第3遍要去哥林多教会的时阵，伊写即张批去，用途是啥物？讲妈妈再讲少少的吼，有即个意思哦。但是毋是少尔，伊是要恢复因甲伊的关系，伊要解释，伊进前写迄张批，甲迄个像所讲的，佫安那，伊所担心的伊担心因。有悔改无？还是佫伫个罪恶中间要佫有？伊佫一遍来讲伊使徒的身份，伊的权柄是对主来的。所以保罗无因为安尼生气，讲好啊，我爱插你啦，我的好心佫互雷精。伊问迄句啥物？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为什么呢？当咱互拒绝的时阵，我们多问了。卖讲为什么3个字？因为为什么？为什么吼？就
就敢若讲，这口气无好啊，而且会感觉互人挑战，对不对哈？咱加三字好不？是什么原因呢？是什么原因啊？原来这个批信意思就是讲是什么原因啊？我得到恁遐传的话，也希望恁有开阔的心，希望恁恁伫这中间，咱来看上帝伫咱中间所做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啊？这互人见笑的代志呢？所以伊就来回答什么原因？一开始就讲，我无做什么对不起人的代志哦。这就是哥林多这间教会，伊来表明来讲，伊是安那，伊用心伫这个所在，伊要来见证讲主安那伫伊心中所做，以及伊收到摕到这张严严的批了，佮摕转来时阵，发现什么代志？发现因已经改变，哥林多的教会已经改变啦。咱看咱的保罗遮尔用心，总是伊也是安那真听这哥林多的教会，总是伊也阁真艰苦，是安那，因为哥林多教会进前雷美伊进前安那讲伊占他们的便宜，甚至安那邀伊甚至讲你叫阮爱这个捐款的，每礼拜拢爱款的固定来款，你是安那中饱私囊晓。这种话嘛走出来哦，所以保罗伊无因为安尼人雷美伊人误会伊就算了，我插你，我是爱你们的缘故，没有他因为爱的缘故，伊今仔日写这张批，伊就是讲什么？阮虽然阮拢我是牧者，伊就讲这句这的经文讲，哪有人做兵的家己传食的？无啦。其实，阮若是讲，互恁来这个供养，嘛是正常的哦。伫这个经文内面，总是我保罗无，咱拢知，伊毋是有互遮的这个教会来供养他，无，伊是互家己有做家己的工课，就是伊咧做迄帐篷的嘛，吼。所以伊一边咧做工课，一边咧服侍主，总是伊心。也是艰苦，而且伊还阁会忧虑哦。毋是讲圣经讲免烦恼，毋是当礼拜尤牧师讲信主的人，耶稣是上帝的囝，咱拢免烦恼啊，阁咧烦恼啥？保罗你嘛甲我讲你咧烦恼啥？烦恼喏，因为有拄则遐的原因，伊虽然互迄落对拍，虽然互雷骂，互咒诅。伊拢无感觉这艰苦，又问伊较烦恼的是，哥林多教会到底恁有悔改无？因为伊咧等提多去转来，提多去摕这张批去，嘛要看卖因安怎对提多，是正经迄个提摩太去的时阵去用错误对待。提多这边去到底叫哥林的教会，因有悔改无？因有好好来对待伊无？也是安怎？伊烦恼甲无法度做工课啦，保罗是安尼哦，兄弟姊妹，咱若是烦恼甲无法度食、无法度穿、无法度做工课吼，咱来想讲人保罗嘛是安尼，咱就想讲我嘛是人吼，咱来看一个影片，本来咱还阁足镇定的，保罗就是本来嘛是还阁足镇定的吼，咱快看这个影片，请。咱信主的人有耶稣，有福杯满溢吼，咱应该爱是安那？咱应该是足放心的啊！咱毋是定定咧讲免烦恼，镇定，就是互欺负，咱嘛爱镇定。请问有声无？哭甲无声，真正无声啊！无声嘛是知影，哭甲无声，咱互欺负，敢若看伊动作，咱就知有够气的啦。你捌遮气过无？本来那个是很镇定的哦，是安那？咱毋是信主的人拢免烦恼，但是我是安那哭甲呢？好一人一粒嘛好啦，
兄弟姊妹可以 ，OK， 没关系。兄弟姊妹，咱的心被绑吗？咱的心忧闷吗？保罗拢会忧闷呐。咱就是咱是老大哥，参像这个男生，刚开始还可以镇定，但是怒气那个杯满到已经溢出来的时候，会使哭，真的会使哭，因为咱的主要安慰扶持咱。恳求上帝来帮助咱来主，因为这位主是安慰咱的，请咱来读请。总是安慰卑微的人的，就是上帝用剃刀来安慰我。哇！本来保罗亲像迄个小男生，足镇定的，但是主鼓励伊，剃刀较紧转来，甲伊讲啥物代志，互伊得到安慰，无阁烦恼。讲哥林多教会已经改变啦，无阁做遐个无合上帝旨意的，这是伊上大的安慰。伊就知影哥林多教会是信任伊的，是知影因的原因，就是因过去知影得罪上帝，所以已经悔改啊。虽然伊迄张批真歹听，骂甲真歹听，总是已经知影原来是因为因做毋对。保罗用信心、用疼心来甲因讲，互因悔改。所以这就解决一个问题，什么？保罗伊知影哥林多的教会毋是无去伊尔，佫真确无。保罗会当较紧去伊遐甲因访问，而且佫替保罗来安那辩护，因为还是有人咧讲保罗的歹话来破坏伊的名声，讲伊就是要来共款钱的啦。伊这落根本就毋捌看过耶稣的人，佫讲伊号做使徒啦，佫有啊，甲人骂甲歹听，伊是啥？他是谁啊？咱是毋是听讲？他凭哪根葱啊？兄弟姊妹，当因知影提到，知影提这个消息转来，批来，哇，伊就真喜乐，知影头前的未来，虽然伊人还要去，先用这张批去修复关系。所以兄弟姊妹，当咱这个中秋节咱吃柚子嘛加2颗柚子，又是中秋了，又是要回去团圆，又是要吵架了，又是要，是不是？真济时候咱大家斗阵，总是咱的主，互咱有喜乐的心，体会这位是又真又活的主，又可以依靠，我们又可以有盼望。又可以喜乐，所以我们要多多吃台湾种的柚子，给我们中秋节快乐。我们天天可以喜乐，因为我们的主一定爱我们。如果我们偏离他，他会用诚实的话、很好的态度来告诉我们，我们要赶快回来。当我们被恢复的时候，跟神有好的关系，就是最大的喜乐。这里讲的就是安尼，保罗伊上大喜乐就是安那，咱三个来读，请。因为顺上帝的烦恼生出反悔，直到得到救。若有后来的体会，若是世上的烦恼是直到死。绿色的所在，绿色的地方，就是咱顺上帝的意思来烦恼的总是咱的悔改了后，咱就无搁体会。体会意思就是讲，我悔了不改，或者是我悔了改了，下次有犯。没有，伊这的意思就是讲，我已经真正悔改，安尼这种的烦恼就是互咱得到得到救。但是那世上的烦恼呢，为着名，为着利，为着自私自义的，安尼就会直到死呀。这是真有名一个家族，叫做瓦伦达，伫欧洲，因世世代代拢是咧行钢索，是马戏团的。亚伦达到足侪回忆，还搁咧行，下骹拢无忘记哦。有一天，伊要上去，要开始行的时阵，因太太甲讲：不得了，下面都是新闻记者，大家都要来拍录影。迄阵拄啊好有迄录影开始。瓦伦达讲：好，我知道这次不能失败，一定要成功，而且姿势要非常怎样优雅，一定要信心满满。不能失败，一定要成功。一行无偌久就掉下去，当场死亡。我们咱有这个经验无？每当失败，
结果偏偏就失败。就准备甲足好势，这边考试足重啊，结果就安那。我无看你哈，我看别位。足重要考试，足重要面试，足重要决定，袂使失败，袂使失败。咱若是干那看，家己想讲，吼，我这边吼，若互选中正吼，若票足歹看是要安那？我家己先试试，我毋是讲你哦吼。只有一个人，伊早是安尼啦，吼，是吗？莫提名我，兄弟姊妹，咱若是干那想着我的民主，就是咱干那想着看下骹，咱拢袂记咧看头前，仰望上帝。这瓦伦达过身了后，20几年以后，伊的孙仔，共款，因为因是这个家族拢咧做马戏团，伊的孙仔讲。我要完成我阿公的愿望，我要走，而且请告诉所有的媒体新闻，伊妈妈、伊阿嬷是大家带咧等呐，阿公咯一边安尼，这边搁要叫媒体来，是，兄弟姐妹，他上去以后，成功还失败？是连去都唔敢去哩，不要，下次他真的上去，他没有看下面。他只有往前看，想这位创造主就对了。想主你的心意，你的旨意，要我怎么样走，我就走。他的孙子成功了。所以我们看什么？我们到底是看前面，还是看下面？如果只看在意我们自己，不好意思，你不可能喜乐，那不可能喜乐的。所以咱上帝所听爱的罪是忧伤的罪。你会忧伤啥物痛悔？讲我就是真正敢若看我家己啦。我会无民主的啦，我一定爱赢，结果歹势，你一定会输。总是咱的主无看轻咱，无伊要一遍搁一遍，互咱机会，因为咱的主看重的就是咱忧伤痛悔的心，互咱会当悔改。所以哥林多前书这情形，因真正悔改，因无搁去三个，因真正听到这个保罗的口劝。这对上帝来的一个忧闷，这个忧伤，主要听见，咱拢会当靠主来悔改。所以咱是安怎呢？咱是属世的忧愁吗？也是属天的忧愁？因为属天的忧愁要互咱安那呢？咱三个来读这个经句，请，因为就伫这项上帝的烦恼。伫恁有生出偌大的冤困，怎样会家己分数？怎样会怨气？怎样会惊吓？怎样会乱无？怎样会热心？怎样会激发？恁伫即件事已经逐项表明家己是清气。这要讲啥物呢？讲就是我若信主了后，我反悔了后，我就甲过去无共款，安怎无共款？我就想到我家己安那，搁较温困为主做工。我就想到我家己过去所毋对，我家己自述，我毋好搁做共款的代志。安怎怨气？我已经知影甲归互主。安怎惊吓？对谁惊吓？毋是对人惊吓，是对主敬畏主，毋通搁得罪上帝哦。我安怎会乱无？乱无啥？乱无主，乱无好。我就安那的热心，安那的激发，激发是安那？激发就是我真知主是用听来激发我。我若搁做毋对，较紧转来。恁伫遮的事，安那就家己清气。音乐牧师的妈妈袂啥会晓传福音，我知影，敢若捌讲过一个见证，就是我的妈妈拢去跳边，早起是以早啦，毋是即马吼。拢去跳迄个大会操迄种，一个好足好诶，定定甲伊读，个子矮矮的，食菜，空锵。阮妈妈拢无啥会晓讲传福音，你有感觉讲甲你共款无？但是阮妈妈会晓啥？笑面啊！甲即马共款，阮妈妈咧，阁是拢笑面。人就会自然甲活来讲即位大姐，你哪会笑甲安尼？你是咧欢喜啥哈？阮妈妈讲我就去教会，阮妈妈无啥晓讲话，来教会，缀阮妈妈去。
即个空空腔去教会创啥？读日文班。恁有参加中大日文班无？阮妈妈就是去参加向荣台中向荣的日文班，伊嘛缀伊去。4个月以后，即个个子小小的日文班也无创啥，开始考。日文是拢唱口调啊，吼，嘛是啦吼，总是伊的心啊呐，真白吧？啥那阮妈妈遮欢喜，遮喜乐啊，伊啥那遮尼忧伤？因为伊的身心还阁活地当无甲伊带斗阵啊，就是甲谁斗阵？小三嘛，伊心就白吧，所以伊就用空空腔，看会当甲迄个腔走袂吼。问题就是无法度。我要讲个较紧的，伊要来信主，信主了后，伊就是照安尼讲哦。信主了后，伊就照安尼想哦，伊知影讲安那搁较认真。搁较勤劳做啥物代志，就已经熟悉啦。是安怎熟悉？因为因先生已经有儿子5、6年级，你知影无？伊个囡仔拢是法官哦，伊个先生嘛是足高位的哦，已经青米已经食做饭啊，要安那？伊足骨力传福音，伊足骨传福音，真正爱先安那好好嘛，拢咧外口啊，对无？伊就开始温困，伊家己讲，我过去就是对我的先生无好，伊找机会嘛，我爱知影安怎甲伊建立关系。讲较紧的就是，伊按照这个处事，诚侪真后传互伊，伊规个家族，我知影迄阵也是20几个信主，因为伊甲这个小三扶正，毋是传福音互伊，伊嘛甲这个囡仔5年级的名。户口，诚做一个真大的大家庭。尾啊，我知影伊的先生中风了后，伊嘛甲即个家庭，大家拢伫主的内面就产生一个大家庭，就是安尼啊。兄弟姊妹，咱毋好讲我就是悔改，我信主就好啊，我逐项拢不爱做。无，咱爱去甲人安那温困，对无？怎样温困？怎样惊吓？惊吓谁？毋是惊吓人。毋好甲看迄个。钢索一开，我们每天都在走钢索，不是吗？我们都在做重要决定，一次都是几百万、几千万，不是吗？但是不要只看到钱，我们要怎么样子来恋慕神的爱，怎么样子来热心？好，咱唔好干那看这世界。大家会记得这个查某囡仔无？伊安那努力拢是乘以0，对不对？怎么样努力都是乘以0，所以变成多少？0，你会记得袂？这是这尾啊变安那？真水嘛吼！兄弟姊妹，伫2礼拜前，伊互选做青年团契会长，暗时开始一直做梦啊，无就是困袂去，因为伊足惊做毋好，伊开始用拍拼，然后吼。当礼拜，伊就感觉怪怪，喙才正正。8拜1的时阵，就是安尼。无24点钟哦，规身躯毋是干那面哦。咱做爸母的任何一个人，看到安尼心啊呐，真艰苦。阮暗时拢斗阵祈祷，咱这个小女孩吼，讲感恩大道吼。阮拢会斗阵感恩啊，大家拢静，伊身躯安尼，毋知要感恩是啥物吼。讲一句讲，怎么我皮肤这样？我们家气氛这么低迷，大家嘛低迷，请问这个是要感恩啥物啊？伊讲感谢主，感谢上帝啊！我去看中医，因为伊就是一个中医，当初甲医好。我感谢主啊！我今日去看中医吼。阁有8000块，看一遍爱8000啊，兄弟姊妹。拜1去看8000，拜2去看4000，到拜3，感谢主，我还有4000块。有人就开始甲伊讲，因哥哥，你会记得袂？你上次发作的时阵，就是大学的时阵，全校性比赛总招做总招，迄阵发起来，我捌做过一个见证嘛。尾啊，伊毋是拢好去。你这边去用选到
会长，哦，变安尼，你要紧甲恁团队讲无？要紧甲恁牧师讲无？紧时的。啊无啦，一年拢安尼看要安那？一年拢安尼袂？会烦恼袂？看到心会艰苦袂？要死无？兄弟姊妹，这个查某囡仔，啥物拢无讲，伊的哥哥嘛拢无讲，伊的爸爸妈妈，跟他讲啊，看得很心疼啊。啊，伊的哥哥甲伊抱的，你好辛苦哦，真艰苦。总是这是拜一、拜二、拜三，兄弟姊妹，拜五是一个。感谢主，安那来落，安那去啦。我昨拜六我问伊，以琳，你的努力如果都是陈以琳，叫你以琳是无啥物问题，问题是阮姓陈，你知无？任何努力陈以琳就是你，我该姓刘好了，刘以琳。阮早叫讲，这个好像很难听呢。兄弟姊妹，我昨打电话讲，妈妈见证你的是因为伊伫家己伫 IG 讲，这个礼拜是他重生。重新，伊个皮肤吼，即马吼，敢若小婴儿佫生出来。我问伊讲，啊，若明年一年你做会长，拢安尼是即边的，到明年的即个时阵，你要佫互选第二次，因为因会使做2年嘛，一年会使连任一遍嘛。你明年要佫互选无？袂无？若是选了，压力会拢安尼，袂无？陈以琳跟我讲：“神的恩典何其大，在我的最终，陈以琳都是零，不是努力变成零，是他所做的错误都归零。阿们。”他说：“我愿意，我明年此时我还是会愿意，但我相信没有这世上的忧虑，因为他自己跟我讲，伊家己甲我讲，我会安尼皮肤。”压力遮大，就是敢若迄做工作的，拢咧想安那？我若失败要安那？我足无民主。阮妈妈是牧师呢，输去的，毋是甲这无关系。真的，伊知影后边伊就是亲像迄个瓦伦提的孙仔共款，敢若上帝，毋免看若失败要安那？我一定爱成功，毋是啦，是上帝一定爱成功，好无？咱三个来读，请。因为顺上帝的欢乐，生出反悔，地搞得救。若有无有后来的退火，若是世间的烦恼，是地到死。无有后来的退火，意思就是讲我已经悔改啊啦，我无搁安那退火讲好，我搁换一边好啊，无啦，没有再走回头路的意思，这个意思。我反悔就是我反悔啊，我无搁安那。反悔就是我已经改过来啊！我知影我主啊，我无搁连咪看涂骹，连看骹拢软去啊！没有，咱的主就是这位，互咱伫生命中咱值得感恩的。兄弟姊妹，咱来做咱咧打疫苗的时阵，请咱一定爱做这项代志，因为我的查某囝伊嘛感受，阮的家庭嘛感受，阮只有感恩，啥物拢无讲，因为迄阵毋知要讲啥，干那在主的恩典教下用，好无？咱每一天会当感恩一项代志，虽然咱敢若拄着无好的代志，总是咱知，咱会当有快乐，是因为咱会当有感恩的事，咱一口气感恩的事，咱一写一看，咱的性命就会无共款，咱就有一个喜乐的人生，因为主来帮助咱，各方面拢有抵抗力。你若讲啊，若干若我信主，啊，迄无信主的，伊就是逐摆烦恼，亲人要安那？就亲像我的囝，第二个囝，看伊妹妹安尼，咱是足想要替伊艰苦的，总是伊压力遮大，规身躯安尼，咱要安替伊会使安那抱伊？处理的人，你转去抱你，需要去打第二剂，因为这是研究是真的哦，哈啊，就是黄崇林医师。喜乐的心乃是良药，这不是口号，这个是做过很多的研究的啊，所以要请你这个记起来，你上网去看我讲的
我讲的不完全。伊讲讲的，伊个内面做者统计吼，喜乐心是良又是真的，而且伊佫甲你讲，即个喜乐的心质量爱偌济，你爱感谢几遍，无，都无咧算个字啊讲，毋是，伊是甲你讲科学根据，互你真知影，咱要安那来喜乐。兄弟姊妹，请咱三甲来伫人生中间行伫神所，逐工拢重要的决定，咱会真紧张，足侪情绪，可能会烦恼，嘛会怨气。伫这中间，咱知影上帝意思是啥物，咱愿意实践上帝的心意。请咱来唱这首歌来回应咱的主，求主你用信心来充满我的心。真侪人无法度来代替你，真侪人可能因无明白你，总是咱的主明白你，嘛旨意要诚侪你甲我的帮赞。求主用信心来充满，请咱起立。求主用信心来充满我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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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这感受你会的阻碍，求主你来充满心啊，在我这感受你会的阻碍，求主你来充满心啊，来，搁一遍。求主用你信心来充满我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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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这感受你会的阻碍，求主你来充满心啊，在我这感受你会的阻碍，求主你来充满心啊，继续来，求主用你信心来使阮舒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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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这感受你遇到的阻碍，是刻你的信心无碍，在我这感受你遇到的阻碍，是刻你的信心无搁碍。来领受。求主用你信心来带我出去，求主用你信心来带我出去，求主用信心来带我出去，求主用你信心来带我出去，在我这感受你心中的阻碍，对这世界再用你爱，在我这感受你心中的阻碍，对这世界再用你爱。让我的主，阮感谢你，你信心来充满阮。主啊，阮是什么人？主啊，你竟然这么疼阮，你来充满阮的心。主啊，你知阮的心白白，你知阮的心有真济的情绪，阮的心有真济未明白的所在。主啊，阮的心真艰苦，讲袂出的艰苦。总是主，你用你信心来充满阮，互阮的心满有对主你遐来。你的灵，互阮得到主你的听，主你来扶持，你来安慰，就亲像你安慰保罗。主啊，你嘛安慰阮，互阮领受你的安慰，主阮满满感受到。主你互阮的呼召，你互阮出去，阮出去奉主你的名出去到阮的厝，出去到阮服侍的所在，阮服务的所在，出去到阮家族的中间，出去到阮社区的每一个角落。主你信心，甲阮伫底永远无离
开，因为主你是以马内利的主，就满心感谢阿乐你。愿主耶稣基督拯救的恩临到伫恁，甲恁所伫意，为因基督久久的亲人朋友，因嘛要当得到这个拯救的恩。永远无改变听的上帝，你对过去、现在、甲将来，主啊，你就伫个迄个时间内面，你就伫个时机的内面，愿阮掌握时间，掌握时机，互阮对主你来行，行这条稳定的路。有主你信心甲阮伫底，真侪保护师。互阮伫每一个所在、每一个时刻，阮就来学了，来感谢，阮来宣扬主。互阮这个人就真做一个宣教的中心，互阮满有主你的平安甲喜乐，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哦，大声管，我唱歌乐，你的心充满喜乐，举起双手讲愿宣告伊的名，不对吗？将你的忧伤抛在心里，通过你的公义，你当我可以的名，今日愿望。耶稣，主耶稣。请咱举起咱的手，领受上帝的充满，然后咱们回去咱的厝，主会满满甲咱伫地，无边满意。充满我，耶稣，主耶稣，求你充满我。请坐。感谢上帝充满咱，互咱回去到咱的厝，甲每一个所在。咱今仔礼拜到这，愿上帝的平安甲咱三同在，咱也彼此来祝福啊！愿主的平安啊，也甲线上的兄弟三甲同在。